運輸及物流局公布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最新走線方案，增加走線同樓宇嘅距離，並新增車站。有區議員歡迎建議，認為可以保護居民私隱，希望項目盡快落成。由李興平報導。運輸及物流局舊年展開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勘察研究工作，邀請業界提交意向書。局方話了解地區人士擔心系統沿啟德空中花園路段接近民居，所以微調走線，喺啟德空中花園上面加建專屬車道。微調之後，走線同樓宇嘅距離由10米增加到20米。又計劃將車站數目由5個增加到6個，喺城景街增設車站，方便居民。有區議員歡迎建議。如果太近嘅話，譬如可能係一個景觀上邊啊，或者私隱度，甚至乎喺噪音上邊都會有呢一個嘅考慮。咁而家咧，佢變咗咧係喺空中花園嘅上蓋嗰邊去做咧，變相係比較平衡嘅，即係變相左邊同右邊嘅一個對於居民嘅距離都比較平衡。咁所以其實喺即係將來可能係乘客嘅景觀啊，或者喺住宅上面嘅距離咧，其實都會比較寬闊多少少。當局又正喺度敲定系統嘅技術細節、財務安排同埋準備招標文件等等，目標下半年招標，出年批出合約，期望2031年通車。有區議員就認為，隨住啟德周邊嘅大型項目逐步落成，運輸系統都要加快進度。居民咧都係好急需同埋好迫切，都想有呢一個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走線嗰個路線圖啦、設計啦同埋嗰個造價都關心嘅。兩旁嘅樓又起得七七八八啦，都預計咗條走線係點行啦。咁會唔會係可以加快呢個招標嘅程序？其實一路招標咧，一路嗰個研究嘅方案咧，其實應該可以同步進行嘅。九龍城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下個星期4開會討論有關建議。